咁呢度開始考試啦。吊住個摩擦點，跟住個迫力，做慢車快軚啦。咁慢車快軚，大家留意下你個軚 cam 啦，係講一個比例，就唔係狂挫個軚，因為我哋啲軚咧要用翻嘅。嗱，睇住魚眼鏡嗰度啦，係啦。嗰個路口先對翻正前面，回翻直魚眼鏡睇住停 ，OK 手掣一波，對翻正三角牌旁邊呢一幅鐵欄就差唔多啦。三角牌旁邊呢幅鐵欄對正佢就差唔多啦。左邊 OK， 右邊 OK， 走得。睇燈，順便睇埋左鏡有冇對手跟住我啦。燈號過到，左鏡 OK， 後鏡都 OK。嗱，即係我可以如果有死車偏進取得啦，左鏡 OK 嘛。暫時未肯定前面嗰個係咪死車，不過遠處都有啦。望右，擰一擰頭咁啊，過死車，過一條中線跟電車行住先啦。好，燈號去到，OK， 踩多少少油，二波 keep 翻30度啦，20零啊，起碼都要。嗱，呢個落活道咧，個聞風喪膽就係呢個摩擦點起步呢個位啦。咁記住就揾多少少咯，大家可以留意下我腳 cam 啊，腳 cam。望右，迎面 OK， 擰頭走得，搞掂。出去的士呢個門睇埋，唔好太近佢，預埋佢開門噶啦，預埋噶啦。望左，望左，入翻少少，準備入晒。左鏡，擰頭望前，入晒，翻左線。呢啲要夠靈活啦，基本操控要到家啦。如果唔係唔夠靈活咧，你基本上雞手鴨腳倒瀉籮蟹啊！呢啲位係啦。聖保祿線，咁我前少少開始。左 OK 走晒，跑步人一個，人跑咗右邊冇嘢，冇影響，繼續二波。做個靠左，好似過死車呢個動作咁啦，靠左啦，唔好就咁扭向左啦。左啦，望左鏡。嗱，貨車扭埋一邊，不過佢轉咗入去啊，唔影響我啦。望左，最主要睇下佢會唔會上嚟影響我啫。望右，睇唔切嘅停一停望都得。好，望左，轉咗靠左有冇頂住啊？左邊冇啊。之後望翻前面就界過，好似呢個咁，一眼左鏡，二波，兩眼左鏡，三眼左鏡，擰頭望前過。咁早做嘅咪多幾眼鏡咯，遲做嘅咪可能一眼兩眼咁就擰頭轉咯，視乎你嘅距離個拿捏。咁但係通常我哋依家實體嘅學車套餐可能10次8次，甚至乎幾次就要拱你去考試啦。咁你幾次連架車都未掌握得到啦，唔好話啲內容要理解啦，根本就冇乜可能可以理解得晒嘅，係咪？揸得喐架車唔撞埋條石壆度都偷笑啦。係啦，咁直上到上面就停喺路中心啦。我又係嗰句啦，唔阻住地球轉啦。好，另一條啦，怡和街，再開車啦。右鏡右邊冇，左邊冇，慢慢吊住個左腳，留意腳 cam 啊，轉順啲，留意左鏡。嗱，轉咗出嚟啦，唔會太遠，唔會太近啦，加速二波。右燈望右，阿 Sir 話燈口轉右啊嘛，收到。咁啊貼咗右邊，嗱呢啲彎好窄㗎，小心睇燈睇彎啊！好，兩邊望一望，走得。好，跟住繼續直去咧，前面第二組燈轉右，阿 Sir 話收到。轉好，唔好夾右，輕輕靠少少右，入第三線，二波左鏡一條 cut， 擰頭 cut 多條去左線，前面頂住喎，黃色車，留意右鏡，右鏡有車嚟嘅應該。
嗱，直去靠左呢條禁學路，平時我哋學車就轉左，依家咧我哋就直去靠左，轉右再轉右啊！望右，嗱有架車頂咗個車頭啦，所以就轉靚仔啲啦，唔好踩晒人哋條線啦。呢度咧會建議做翻一波啊，對面有車，打翻燈。好，咁我再開兜埋條聖保祿同埋東院線先，望左。左邊走晒，右邊冇，走得 OK， 走得，準備再轉右，回少少，再望右，再擰頭，再轉右。咁呢個就係轉右再轉右啦，東院線啦，我叫呢條做二波，望遠啲。大概過咗安全島落二波啦，僆仔睇到我啦，唔使特登讓啊！呢啲有人睇到車嘅話，唔使特登讓佢啦。二波。咁總之大家唔好嚇親，出嚟個感覺要安全，咁就 OK 啦。二波呢度會踩少少線啊，望右510，開始學車好多，陣間兜埋條聖保祿差唔多。騎少少線唔怕，唔影響對面 OK。一波兩邊望下，前面開唔開到？咁好多時我哋眼尾睄到嗰啲資訊呢，就係咁入腦咯，喺個腦嗰度分析，應該係轉燈，應該係停。咁當然啦，我而家一條聲帶要追5樣睇到嘅嘢，又阿姐又阿車，又架車出，阿姐又未出住，架車出咗，阿姐又行出嚟咁樣。咁我一條聲帶要追咁多情況呢，其實大家聽落好似一輪嘴咁。其實事實上我哋同一時間睇到，眼尾睄到，我哋過濾咗啲唔關事嗰啲呢，淨係諗關我哋事嗰啲呢，其實就好輕鬆就諗到幾樣嘢，包括諗埋盞燈啦，包括諗埋陣間直去靠左啦，包括諗埋個車速點樣處理架出緊嚟嘅車啦。咁呢啲係同時間運算噶啦，咁就唔使好似我一條聲帶咁追幾樣嘢咁講咯。S 彎呢，望右鏡，扭啲右，攞翻直，攞啲左望左鏡，係啦。咁呢啲都係好常用揸車嘅望鏡嘅技巧嚟嘅。擰頭前面有架死車啦，運算緊，迎面睇住有冇車，有架巴士。巴士後邊有冇？巴士後邊暫時冇，收慢啲，應該走得啱，應該走得啱嘅，望右。咁但係不能夠太保守嘅，前面慢啊，收慢，做翻一波，擰頭轉彎。咁呢條考試路線就完啦，呢條就係東院線。大家睇完路線片之後，如果要掌握裏邊嘅細節技巧，仲要有個良好嘅基本操控，呢方面網課幫到你。單元1：基本認識車輛嘅操控。大家唔好睇小車嘅基本概念，學車嘅過程往往時間緊迫，好多時就算師傅講過，落堂就會唔記得。所以我哋要慢慢仔細咁樣了解車輛基本操作同埋各個部件，特別係平時容易忽略嘅調校座位啦、司機位、常用嘅按鍵等等，等大家可以更加快適應各種駕駛嘅操作。我哋日常揸車成日遇到嘅亂咁上落車、亂咁開閂車門等等嘅危險情況，呢啲咁基本嘅安全知識，往往係我哋學做司機最應該打好嘅基礎。大家記住，首先要培養一個安全嘅駕駛者，先至會有安全嘅乘客。最後，掌握學車必須要知嘅常識，例如交通規則、檢查、維修嘅要點，一步一步建立安全、負責、穩健嘅駕駛習慣。單元2：速度控制，屬於基本操控3大核心之一嘅速度控制技巧，往往被大部分新手所忽略。控制任何會移動嘅物體都離唔開控制速度嘅技巧，因此喺 cut 線、爬頭、轉彎，甚至乎泊車、窄路掉頭嘅時候，假如車速控制得唔好，係必然對整體駕駛質素造成好大嘅影響。喺網課單元2裏邊，同學們將會透過由我送出嘅簡單工具，結合輝 Sir 多年實戰教學經驗所設計嘅練習方法，等大家可以喺一個舒適嘅環境裏邊，亦可以透過影片練習相關嘅內容。
透過練習熟練看似簡單而極其重要嘅車速控制技巧，絕對有助大家學車嘅時候更加容易穩定車速，加快學車整體嘅進度。單元3，軚盤控制，屬於基本操控3大核心之一嘅軚盤控制技巧。大部分新手對轉彎存在住各種嘅疑問。要轉到一個靚彎，唔單止同速度、視線、反應等因素有關，正確使用推拉手亦都係不可或缺嘅重要元素之一。喺呢個網課單元3裏邊，大家同學仔可以透過影片，從最基本嘅轉彎概念與技巧着手，了解各種影響嘅因素，並指導大家如何正確地使用推拉手控制軚盤。大部分新手喺學車嘅時候，只係用咗一個好短嘅時間了解軚盤，已經需要揸住一架真實嘅車喺路面上面轉彎，所以轉得唔好係十分之正常。因此，透過單元3嘅練習，我哋將可以由最基礎、最簡單開始，按照影片中嘅建議逐步訓練，逐步打好軚盤控制、推拉手嘅基礎。若果大家按照我嘅建議進行練習，並以短片嘅形式提交你哋練習嘅功課，我會逐一給予針對性嘅回饋同進一步嘅練習指引，幫助你哋日後喺學車過程之中更加明顯提升轉彎嘅技巧。如果你咁樣肯跟住條片練嘅，你雙手嘅推拉手唔柔順、唔進步，你嚟揾翻我啊！單元4，手腳協調嘅練習。揸車點可以唔識手腳協調啊？雙手操控方向，雙腳操控車速。前兩個單元練習咗之後，大家嘅手腳應該更加熟練。以下呢個單元就要將兩樣技巧結合。對於大多數新手嚟講，喺雙手雙腳未完全熟練嘅情況底下，已經需要直接揸住真實嘅車喺路面上面行駛，難度相當之高。對於初學者嚟講，需要同時聆聽指令，觀察路面嘅環境，挑戰性更加係難上加難。因此喺呢個單元提供一個更加合理可行嘅方法，等大家可以喺一個安靜、安全嘅環境練習。利用我為大家準備郵寄俾大家嘅簡單工具同埋練習嘅影片練習，幫助大家逐步練習雙手雙腳獨立控制架車嘅技巧。同前兩個單元一樣，大家都可以用拍攝短片嘅方法交功課俾我，我會逐一睇下你哋練習嘅成果，並以針對性嘅回饋俾翻練習指引大家，幫助你哋揾到最合適自己嘅練習方法，逐步提升技巧。只要練熟手腳協調嘅技巧，再翻去實際學車嘅時候，就能夠減少對操控指示嘅依賴，提升各方面練習嘅效果，加速進步。好啦，嚟到我哋單元5，好緊要，好緊要，望鏡盲點，點樣一個正確嘅視線。單元5，正確使用駕駛鏡同埋盲點觀察嘅訓練。大家學習駕駛應該要注意嘅視線焦點，包括望鏡、觀察盲點，以及喺不同嘅情況下切換嘅視線同埋反應。多數新手咧，考試肥佬嘅主要原因嚟嘅。大部分新手喺學車或者考試嘅時候，雖然好多時候會被師傅要求查看駕駛鏡或者盲點，但係喺實際學車嘅環境裏邊，要掌握視線嘅正確分佈，亦都要同時觀察鏡同路面嘅情況。大家作為新手，好常見會感覺到好疑惑，根本冇辦法有效咁樣落實指令，唔會亂咁唔望前面咁樣扭太易扭得啱噶嘛。咁所以千祈要戒咗啲壞動作先。針對以上嘅情況，以下單元5將由最基本嘅正確視線望鏡嘅位置開始，逐步說明望鏡盲點覆蓋嘅範圍同埋次序，需要留意嘅細節內容，以及喺 cut 線、出路口同埋過死車點樣可以正確切換視線嘅反應。望一望，望翻前，再擰一擰頭，望翻前 ，feel 下隻手係咪喐，會唔會喐咗嘅 ？OK， 望一望，擰一擰。透過精心設計嘅教學影片，循序漸進咁樣練習，等大家逐步可以理解同埋掌握呢啲細節，從而令到我哋可以喺實際駕駛當中靈活應用，達到穩健而高效率嘅學習進度。由單元1睇到單元4，再睇呢個嘅單元5嘅話，練嘅嘢就啱次序啦。去到最後單元6，
考生最容易忽略嘅關鍵點，喺轉換行車線、駛出路口、經過交通燈環境之中，好多新手未察覺自己出錯嘅地方。呢個單元假設你已經掌握咗基本操控同埋駕駛鏡嘅盲點應用，將會整合新手初學者經常犯錯而自己唔知嘅情況。扭一扭，停一停，再睇嘅。透過真實嘅案例影片進行講解。望左邊，望左邊，望左邊，聽我講，望左邊。透過網課嘅影片，大家可以逐步拆解長期存在而且常被誤解嘅出錯點。右邊都 OK 啊嘛，望左邊走人。例如正確出路口嘅切換視線啦，正確通過交通燈嘅技巧啦。嗱，準備睇住喎，常速啊，講緊常速啊。譬如睇到嗱，貨 van 中間貨 van 應該去埋嗱，呢兩個白色車停得好好啊，非常之好啊。以及遇到突發嘅情況，例如處理前面有死車而迎面有車而嚟，我哋點樣處理等等。理解呢啲內容之後，喺日常路面嘅練習當中，就能夠更加準確地判斷同埋反應，等學車嘅內容更加充實，避免因誤解或者混亂，浪費咗學車時候寶貴嘅練習經驗。立刻加入網課，為你哋第時都可以做一個安全嘅駕駛者作一個最好嘅準備。依家報名即刻送俾你簡單嘅練習工具，等你跟住練，仲送俾你3個月免費嘅網頁會員。喺網頁大家可以睇到輝 Sir 嘅全部教學影片。想參加網課或者了解6個單元嘅細節，點擊下邊嘅連結，嘟 QR code 或者直接聯絡我輝 Sir 啦。祝大家學車考牌順利，學車學業進步。